我们来看以下说明的例子。你好好點樣如何學客家話，也係上實體口腔，將用動念學客話。在這篇文章250到300字來表達你嘅看法。我們就從題目本身來分析，先找題目中的名詞和量詞。通常這些會是題目的範圍和限制，而決定你能不能寫到題幹的核心重點，往往是題目裡的動詞和形容詞。所以動念學客話這個題目，我們分析一下這句話裡面的名詞是客話，我們要確定內容的範圍就是客話，不能寫其他語言。再來是動詞學，所以文章重點會放在敘述你是怎麼學，或是根據說明，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學，有什麼優點？依照你個人的經驗，你比較喜歡哪種學習的方式？如果你沒看懂題目，在文章中一直談學客語很重要，大家都來學習，傳承客家文化，那就有點偏題了。再來，必須快速的做全文的構思立意。像這題題目是偏重論說文的文體，建議採用4段論述，先總說、分論、分論，再總說的結構來下手。你可以這麼規劃：第一段，什麼情況下你需要學客語，也就是你學客語的背景。第二段，先寫網絡線上學習的優缺點。第三段，再寫實體課程的優缺點。第四段，最後總結，無論用哪種方式學客語，都要有認真的態度。我們直接來看範文。